其他消息要来关心，人咧讲困破三领笑，红色心肝抓袂着。查甫团体和角上去的队员阿翔，和周刊看到含共公司的查某明星郑欣，咧行路烧针，互人逼讲有可能偷食。阿翔昨下晡出面甲大家回息咧，伊讲因为郑欣起毛歹，大家互相安慰的时无则好势。伊讲对家己的行为实在真袂得过。郑欣嘛发声明，讲伊超过一段袂当超过的线，友情已经变质。伊讲伊是一个公众人物，教歹囡仔大细。 也好好检讨。要先跟身边最爱的老婆，还有小朋友，还有我的家人说声不好意思，说声对不起。艺人阿翔出面回息咧，因为伊甲同门的女明星谢欣和周刊翕到伫路的烧针，然后大家就是对啊，心情低落这样，彼此心情不好，给予拥抱鼓励都是有的，没有拿捏好这个分寸。 烧针的相片公开了后，就有网友发现因两人的关系，为一寡所在就看得出来。因为逐回阿翔直播的时阵，谢欣拢会看，卖留言分享。阿翔卖破谢欣的个人直播，两个人佮互网友发现，常常透过 IG 发文章敢若咧互相回应。看卖5月24号，谢欣捌伫 IG 写讲，我讲我无代志，你心无闲，真拄好的是，阿翔的 IG 伫同一天发文讲，你有好无？你嘴会讲无代志，其实我就。 唔甘的发文互相回应的，佮唔拿这篇。谢欣6月7号，佮一个铺文讲，想要做你的日头，欢喜的时阵，互你温暖；无欢喜的时阵，甲你拍甲受伤。阿翔嘛回应讲，若是会当咱咧困想想要拍你。觉得友谊应该是友谊不会结束啊，友谊一直在啊，超过友谊那部分要结束啊。 虽讲谢欣捌伫节目顶下讲伊欣赏阿翔，毋过对外两个拢讲因两个人是好朋友来解说因的关系。烧针的相片公开了后，谢欣有一段时间找无人，毋过真紧就发表声明，讲家己互友情变起啊，嘛互亦师亦友的感情超过袂当超过迄条线，毋拿回事咧，嘛强调家己做违反社会道德的代志，做无好的示范，会检讨反省家己。两个人的感情超过朋友的感情，未来伫工会顶的可能嘛会互人更加注意因两人的关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